接母驾，向家母行30公里，前到1公，2公，3公，蹲到1公，再1公，3公。开班新义义和爱享单位112年8月份起会班，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公，蹲到1公，再1公，3公。恭请负责人指挥。请负责人指挥，前到1公，蹲到1公。负责人好。请坐下。对。我们关于那个出现，因为能够操作，能够出现，大家早安。负责人早安。希望天时点，咱今日这次，咱开始有这个6月份的这个经营单吼，其实时间咧变真紧吼，从春到秋，春到夏啦吼，现在开始要到秋啊啦吼，变化这个不少。咱就泰国头尾讲17天啦，台湾本来这个水果吼，生产好爱去，对，那个表为了市场哦。所以就是想象不到这个变化。天空台湾啦，太平台湾来了吼，那么相对不起身体都能带到这个吼，所以世界。关这个气象家吼，你有想不到，有个奇迹啊！要相对高的以前，连续几年来这当中风台拢有在台湾吼，但是呢，对日本去，咱这个风台了去，可能咱各位前面，咱会在着，看着咱的土啊好啦吼，电视报纸好啦吼，这届当中吼，咱就讲台湾。是非常大的灾难啦！对福建，对福建，甚至山东、广州、等等地区啦、北京，甚至上海吼，会使讲大灾难咱讲遐死个人不知，伊讲不逊色于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是2万几个死亡啦吼，但是当中吼。这个水灾啦吼，这个对我代表是惊几十年过、几十年啦吼，各位呢减少，这种是无同你改变的事实，这叫天灾啦。因为意外台湾越南风太过势力，台湾就处到位啊，拢无伫台湾以外，安尼叫。但是日本迄时阵中国代表。这个气象家有发觉到这个问题啦，但是发觉到这个问题，因讲袂出这个原因啦。我甲讲吼，若要讲出这个原因啦吼，应该他们来问很多钱啦吼，因为毕竟咱讲一个国家啦吼，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定中心啦吼。一个国家有敌，这个国家就上路啦，是较早过去是领导的嘛。但是咱台湾，你有感觉，咱这个台湾叫做哪？叫做波岛嘛，红的叫做哪？叫做仙岛，红的仙岛。咱台湾这人先呢，咱调先啦，你讲讲这个
稳，因为海水大海啸咱台湾都管70度，但是管70度。咱的时阵啊，中央台中，地方，咱台湾80度，伊世界啦不是讲日本，不是讲中国大陆，世界对一个台湾，你想讲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啦世界啊，咱台湾的越来越甚至咱台湾的这个物资、经济种种人去到现在这个资源啦，这是一个现象。所以台湾的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属性的，这个善气冲天，这个善气会感到天啊，天会知影袂？天知影嘛？咱台湾这个土地人人善良当然不忍人善良有咱只要这个分别标，安尼对啦所以因此到咱台湾，台湾的这个灯光啦这个是叫做德性保护国家，一定是咱保护国家啦，或者是做简单的比喻啦，咱一个家庭爸爸妈妈有对，爸爸妈妈甚至咱祖先有对，你甲环境健康，你做这个环一定做损失，因为这个家庭，咱爸爸妈妈甚至咱祖先的对，可能保护较少一些，唔免你甲听落去，伊就可能保护较少一些。但是你这个家庭，像我怎讲，会出着哪老一起，会出着个老年较早我讲是安尼嘛我当出着哪老一起，你讲出着个老年，是安怎过去过去的前辈人有一句话咧讲，哪老一起这个家庭就是过去的祖先你想即嘛啦这个台湾的是这边方啦，是欧洲方啦当然啦，讲到拢是迄个办法，你见咱个讲过迄个咱个继承，一定继承嘛，你发现欧洲了，因老爸有经，台湾那边拢生一件嘢事情，拢从这个，所以老老的起，我老的就讲老的，这个家庭。大家拢会优先，大家拢会积极。哪怕咱的这个事情，你讲一定就是大家拢做顺序。这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一个小家庭，一个大国家，都是这个道理相像。所以呢，过去的信仰过去像过去咱来讲，讲要选老查某囝要结，结迄家庭对，要结迄有钱的，安尼对啦。无过去的前辈，然后离咱这代人拢较无啦人过去阮迄个时阵啦甚至到咱较轻迄个时阵，你若要结婚你拢甲爸爸妈妈去看动物的，毋是囡仔同意就好啦。爸爸妈妈若无同意因兜好嘢就无咯，你就过来，敢是安尼？所以今日咧时时拢是听爸爸妈妈的话，这就是这个道理。伊咧选就选你选门当户对，其实门当户对是互你都做在一个